王太哥按做。按做。我頭一擺看到按道嘅植物，感覺當新鮮呢。係嘛？我同講啊，照顧一條植物係當神奇嘅知識，天天嘅學就會越來越熟絡個。嘅葉盆係乜嘅植物啦？哦，也係桂花啦。搶錯啊！哦。也係桂花，佢嘅香味當特別，開花嘅時節，佢隻環境就會變到當香呢。哦。嘅葉盆係乜嘅花？嘅係菊花，佢嘅花當漿又唔驚寒，故所當當然會到寒天嘅時節去看菊花。哦，原來菊花按漿又唔驚寒，看來王太哥照顧嘅以後呢？按自說啦。葉盆圓滾滾，還等人食個。也係仙人掌啦，同講哦，特別好照顧，有一些嘅日頭，一些嘅水分，佢做得上來當好勢哦。哦，聽你按樣講，看起來我也做得中呢。做得啦。唔過照顧呢條植物有乜嘢要注意嘅嘛？其實當簡單。唔學會詳細嘅觀察，唔就學會一般嘅。嘅按樣辦觀察呢？像看到植物爆芽嘅時節，就代表佢上來當好勢，當konkret咯。哦，原來看到爆芽就做得咯。不過啊，你要注意，特質植物是有無同樣嘅溫度。像桂花較好受那個天時，菊花唔驚寒，仙人掌呢唔是淋太多水。哦，原來觀察爆芽當重要，淋水咩當重要？冇唔錯，像桂花中意濕濕嘅環境，不過啊，仙人掌就做唔得淋太多水，故所照顧特質植物嘅方式就無同樣。另外哦。花盆呢，咪要嘟嘟好哦，因為啊，花盆係太細，不太尖，影響到植物嘅成長哦。哦，原來花瓣嘅體勢都按有學問哦。嘅原因真件是要注意當道嘅事情呢。冇唔錯啦，佢神奇嘅地方就係你天天嘅觀察照顧，你做得感受到佢帶來嘅奇妙哦。哦，感謝王太哥，我基本上好多當道，像桂花嘅米絲當貼片。仙人掌當好照顧花瓣嘅體勢，還有淋水嘅方式。咱一條記下來，相信會越來越厲害。嘅，我基本上想要先買一盆桂花，一盆仙人掌。當然做得啦。我想講對簡單嘅開始，他唔會失敗。下一擺我將來請教王太哥。冇問題。我記得桂花做唔得直接生一條，仙人掌做唔得淋太多水哦。嘅。感謝王太哥嘅指導，我根本正經學到當道演繹嘅知識。記得下一度一同我分享看到爆芽嘅情形哦。好，我下一擺將來王太哥分享我看到爆芽嘅樣誒。哦，時間唔早咧，叫人家去準備吧。好嘅，王太哥，上來了。上來了咯。